后来，这个政府开放到美国猪来进口，而且提出到100亿基金，要协助国内的饲猪业来升级。但是有猪农来反映，讲要申请这个100亿基金的补助有条件限制，譬如讲，这个饲猪都要饲到1000只以上，或者是要有无偿的登记证，才会当来申请。这是叫小规模的饲猪好要安怎才好咧？也毋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无哦，这个100亿基金要来申请无设条件。这高雄市饲猪协会理事长讲，这补助有限，早晚用会完。真正要紧的是，政府要安怎来确保着国产猪的销路，互猪农会当永续来经营。明年初特别进口美国猪，政府提出100亿基金，要来甲国内饲猪业升级。即摆基金规模已经增加到130亿。根据中央畜产会109年5月底调查，国内饲猪场有6609场，伫屏东县上济有1569场。传出猪农烦恼，这个大饼小规模饲猪户恐惊会分袂着。你真正照顾的都是小户嘛？现在大部分都是1000多以下的，那你不给他救济了？虽望政府放出100亿基金，不过说传出想要申请饲猪的数量爱超过1000只，或者是有无偿登记证才会使。不过农委会强调，无这件代志，完全没这一回事。如果委员有这些案例，我们私下我们很乐意去辅导。我要再次强调，只要是合法的畜牧场、养猪场，都符合可以来申请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到时候有个案的话，再请农委会来协助，好不好？说明。这上好是讲哦，你会当辅导讲，这猪肉免去出口什么国家，出口什么国家，阮保障阮迄个饲猪的收益忙讲哦猪价若了好，你进口去嘛，就无迄个价数就放。高雄市饲猪协会理事长认为，补助有限制，早晚会用完。真正上重要的是，希望政府确保国产猪肉未来销路，才当互猪农永续经营。